耶稣之孙那个，你那么一咱就咋不？阿就得好花比白弗朗哦。你瓜肉塞瓦罗那大马所下头怎样？马可头个提头，十字瓜比此提字瓜从啊咯。有哈妈咪咋嘛？人呀妈咪咋死？我什么次话你说呀？我刚才是瓜拉我呢，过着故事，一次你一咋破个那买米马破？我呀努瓦的，一家里过着地个咯。人呐，努瓦的是啥嘛哈里地个拉我白咯？过提字瓜耶稣呀，咖喱里面那啥流瓜被拉死，有大姨妈瓜有哈里过着地个咯。一家瓜被耶稣多拉没贴，木瓜破拉死。我啥呀？阿瓜里比耶稣贴是瓜我拉嘛的一摸咯。过贴木瓜瓜比塞提马多拉死。努呀我你娘嘛阿比阿咯，努得我阿克你发咯白咯。我刚才是瓜拉索娘，我什么次话你送阿咯比有哈里是啥里白马个古马个大嘛耶稣之孙呀，伊那块阿米亚罗嘛阿米亚约嘛，耶稣比阿什米带着嘛做嘛有哈dia瓜，耶稣过的第个嘛呀，有哈伊耶子做嘛咪的是咋么咋嘛，佛家呀嘛的莫哇嘛里比，是把耶稣伊咋罗嘛你嘛的爱咪罗莫哇嘛阿咯，或者说。我对人说不爱米，刚才是瓜家家说不爱米，提着一直做嘛咪的，再提着佛过那么，是咋么咋个那么啊了？这瓜咋罗嘛的你女说呀，是把一说的学两我，是把一说的学说呀，爸爸你女嘛啥阿米，爸爸你女嘛啥女不漂亮我。